就是我们老前辈们，就是像康大浩老师他们起名字的时候呢，就把它跟一些那个自然的那些东西就是联系到一起，比如说它的一位手，一位手就是这样，我们喜欢拉裙子，稍微我们有一个准备，对，这是一个拉裙子的位置，就是说一位手在这儿，叫一带，一带就是这个，这就是一带。这裙子的边儿，这就是一带，就像这样一起，这是一位手，这一带，我手是这样的，对，那个胳膊这不能的，对，这是。完了后呢，这个呢，他们就觉得这个特别像一束花嘛，你这样抱了一束花，不是翻过来就是这个，一束花的翻译就是 guldasta， 就是一束。gul 是花 ，dasta 就是一束的意思，就是一束花的意思。把它这样翻过来是一束花嘛，就把它做成这样一个起的这样的一个名字。明白。这个叫山膀呢，叫就是所有动物的翅膀这就是翅膀，山膀手。khana 就是那个什么，所有的东西的那个翅膀脚khana，就是 khanapo。这个二的，完了后呢，这个好像那个就葡萄架子，像这葡萄架子这样下来的，我们所谓的葡萄架嘛，这就是葡萄架的那个意思。是吗？就是巴拉就是所有的葡萄架，我们叫巴拉，就是每个像土团每一家都有那个巴拉嘛，这就像巴拉一样，像巴拉货，这样来的这些意思。挺有意思的。然后手是在头的哪个位置？那个手呢，就是你这样一抬头可以看得到，你看得到你的手指甲就可以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这么一超过这个以后，你的脖子就会在前面，一定要在你的就是叫脑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，不能再你看再往后你就会很难受，往前一点的位置，对着。我们好多动作不是都要看手指甲嘛？比如说这个下来要看手指甲，你要太厚的话你看不到了，要在前面，就看着手指甲往下走。对，所以那个位置在这眼睛一抬起来，能看不到你的手指甲这个位置是对的，很舒服的位置。刚才有两个，一个是这儿，一个是这儿，大概是在哪个？这个呢是这个。这样，这样的手打开的，打开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有一点点腰身嘛。虽然是你看这是正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，这像什么？这个手像一棵树，我觉得。就这个稍微带点腰，对，就这个位置。手是从里边翻360度，完了以后呢，有一个哒一个点，对，完了再从三位手的位置上翻过来，完了这就巴拉嘛，三位手圆的，对，完了以后呢，就往你的那个8点翻哒，在这个对，哎对，哦，8点，完了以后呢，还是从上面翻过来，再带点腰，对，完了在这个地方就要倒一下脚，又往这个方向走了，对，往方向走了转过来，翻手，哒，对，脚呢一定要收出来点的高的，对，完了以后再翻到这儿，低起，高的，哎，对，翻一下，对，好，这是一组动作，好的。